今日帶大家嚟到紐約嘅玻璃之城，就係呢座范德比爾特1號 One Vanderbilt。佢嘅位置係喺美國紐約市曼哈頓中城中央車站隔離。最大嘅特色就係呢度有呢個觀景台呢，係四面都係玻璃嘅，你可以睇到呢個67層嘅高塔，其中有3層係可以俾人哋入去參觀。高度嚟講呢，佢唔係最高，只不過係有1400英尺，係紐約市第4高樓，但係佢嘅特色係喺咁多高塔入邊係最特別嘅，我覺得。咁嚟同大家打個招呼先，都可以睇到自己上邊地上同埋屋頂都係玻璃嚟嘅。咁嚟到紐約呢，就去咗5座高塔啦。咁呢座呢，我覺得係比較有特色嘅。咁比較傳統，你譬如話係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啦，同埋 Rockefeller 同埋 The Edge。The Edge 嘅話個問題就係佢係比較靠曼哈頓嘅城西，所以 The Edge 嘅風景會比較有限啲。咁 Vanderbilt 呢度呢，就比較近嗰隻中央公園，同埋呢度都可以睇到帝國大廈嘅 Empire State Building， 所以呢度我係會比較推介。而今日嚟嘅時候咁啱天氣都幾好，所以係好適合上嚟高塔睇風景嘅。咁除咗睇風景，佢仲有啲特別嘅展區啦，譬如話呢個地上有啲展品咁樣啦，可以話係紐約最富有創意嘅觀景體驗嚟嘅。咁你一共可以去3層啦，第一91層、92層同埋93層嘅。但係你上咗之後就冇得翻轉頭好似 one way 咁樣俾你玩。所以你 make sure 你預多啲時間喺其他樓層睇完，影晒相先至去第2層咯。咁當然每一層都可以睇到窗外嘅景色嘅，不過佢面向就唔一定係360度咯。但係因為佢位置比較偏曼哈頓嘅中心，所以東南西北其實風景都唔錯。當然仲有啲活動區啦，譬如講呢一區係有啲銀色嘅波仔俾你玩下咁樣啦，有啲係會飄起嚟嘅，而有啲係會跌落嚟，所以你會覺得你係身處於成個好夢幻咁樣嘅空間入邊。而佢嗰啲工作人員呢，有時會篤爆其中一啲波仔意思講係嚇下你咁樣啦，特登製造一啲氣氛咁樣咯，等你仲以為係自己其實唔小心篤爆咗個波仔，其實唔係係佢哋自己嗰啲職員特登去篤爆嗰隻波仔嘅。咁佢四周圍又有嗰啲大風扇，等個波仔吹嚟吹去。咁依家我哋就再上一層啦。再上一層之後呢，就係呢個露天嘅香檳酒吧。咁佢係有室內同埋室外嘅部分。咁去到室外，因為佢係93樓啊嘛，好高啊嘛，所以你會係有心理準備係好大風嘅。不過你都可以體驗下啦。咁今日我哋嚟到嘅時候係天氣係好猛太陽，所以出去嘅時候太陽係熱嘅，但係風係好冷嘅，所以都幾舒服嘅。咁室內就係俾人坐喺度買啲飲品買啲蛋糕，睇下風景，飲下酒，非常寫意嘅一個地方啦。咁我哋就去室外睇下。室外嘅話其實都幾多人所以有時候你想揾個靚位咁樣影張靚相咁樣，其實都唔係講好容易啦。不過我哋就即管出去睇下啦，嚟都嚟咯。咁今日仲同大家講住咁多先啦，講到呢度同大家講再見啦，拜拜。